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Power Tick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係結合保利加通道嘅應用。咁呢裏面咧，Power Ticker 嘅保利加通道咧係需要我哋由指標欄裏面去打開嘅。首先撳開個指標，然後撳低個保利加通道咧，佢就會彈出嚟噶啦。好，咁呢裏面我哋喺保利加通道嘅應用咧，其實好簡單嘅，着重咧就係揾到上軌、下軌一個支撐情況。當我哋股價突破上軌，然後咧，我哋可以睇到保利加通道喺呢個位置收口之餘咧，其實就係一個變盤變向。但係咧喺變盤嘅過程之中，佢冇向上變，反而咧喺頂到上軌之後咧回落跌落去。咁喺下軌嘅呢個開口當中咧加劇咁放大。咁啊，股價循住下軌咧一路向下斜嘅話，咁就話明咩咧？下軌係俾到一種喺呢個過程之中有一種加速嘅作用嘅。咁隨後嚟到低位嘅時候咧，保利加通道出現咗下插到下軌之後咧有一個反轉。咁啊，反轉嘅基本嘅一個素質訴求咧係喺上咗中軌呢個位置咧，然後咧以大陽燭嘅形式一抽咗上去嘅。咁我哋可以睇到咧每逢打到我哋嘅上軌，如果佢回落咁啊〜呢一輪嘅反彈是否結束嘅一個最基本嘅標準咧，係睇中軌嘅支撐嘅情況。如果中軌嘅支撐依然存在嘅話，咁就有機會。但係如果被跌穿嘅話，佢就會下行。所以咧，中軌係一個檢驗上行或者下行嘅一個標準。喺呢個跌到下軌呢個位置，再向上衝破中軌，然後加速向上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可以發現啦，中軌、下軌其實佢係一個遞進嘅作用。比如話上軌唔穿中軌，中軌唔穿下軌嘅話，咁佢就有一個加速嘅動力。好，咁今日嘅學習咧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。